好啦，去到東岸時間嘅7:34啦，今日開心星期五啦。咁我就同大家睇下咧，頭先讀咗新聞，仲有啲乜嘢新嘅跟進先嚇。日本民企月球着陸器啊，失去聯繫啊，任務再度失敗嘅。呢一個咧就民間企業叫做 I 太空公司，月球着陸器咧就叫堅銀號，失去聯絡，任務失敗告終。原來堅銀號咧就喺去年1月咧就發射升空嘅，原定咧就喺香港時間今日嘅凌晨3:17咧就喺月球嘅表面着陸嘅，但係咧距離預定着陸嘅時間大約1分鐘嘅時候咧，直播畫面咧就顯示咧就模糊一片啦。咁點解1月飛到而家先着陸咧？試完咧，因為你係要跟住個軌跡㗎，你慢慢咁樣靠近佢，你唔可以突然間衝入去㗎嘛。你跟住喺度繞下繞下咁啊，又要去圍繞住佢咧，就可以就接近佢咁啊。好啦，仲要係距離啊呢個着陸時間1分鐘，畫面就顯示速度同高度數據突然消失，任務控制中心嘗試同佢重新建立通訊未能成功，最終係決定放棄啦。所以而家唔知去咗邊㗎啦。今次係 I 太空公司第2次咧有呢個月球着陸器咧未能夠完成任務，第2次㗎啦。對上一次咧係前年嘅4月啊，着陸器就因為咧計算呢個高度出現錯誤而墜毀嘅。咁呢個私人公司就表示，堅銀號咧着陸前咧雷射探測獲取有效數據嘅時候出現咗延誤啊，因此咧就冇辦法咧係充分嘅減速，相信已經硬着陸啦。好啦，其他嗰啲大標題啦，烏克蘭就再被襲，俄羅斯再次襲擊烏克蘭，幾乎最少4死20傷嘅。咁日前咧，烏克蘭用無人機嘛突襲呢個俄軍空軍基地後啊，俄方就加強咧對呢一個烏克蘭嘅攻擊啦。咁過去一晚咧，喺首都基輔咧多棟嘅建築物咧就被導彈同無人機咧係擊中起火嘅，最少4人死亡，20多人受傷㗎。咁有片段睇到㗎，紅紅火光啊，烏煙瘴氣啊，衝天啊，傳出爆炸聲啊，市內都響起呢個防空警報啊咁。咁其實話攔截咧多枚嚟自呢一個嘅俄羅斯導彈同無人機咧，咁你攻擊持續數小時嘅，大約咧有2000戶咧係停電嘅。鐵路部門就話咧，地鐵部分路段嘅路軌同電纜都受損啊，咁所以有啲嘅部分嘅路線咧暫時停行駛嘅。除咗咧基輔遠至西部嘅利沃夫州啊，同埋呢個特洛皮爾州都受到空襲嘅，政府大樓同工業損傷，多人受傷嘅。即係一個跟進啦嚇。喂，特朗普好多新聞，唔好理佢住，即係鬧交嗰度啊。OK， 美國財政部繼續將中國、日本等列入呢個匯率操控觀察名單當中嘅。其實講呢個咧財政報告啊，半年一度匯率政策報告，亦都係特朗普總統上任以嚟第一份嘅報告，繼續將中國、日本、南韓、台灣列入匯率操控觀察名單，並且新增愛爾蘭同瑞士2個嘅國家嘅。OK， 繼續落去。喺德國慕尼黑一間學校啊，被人噴射懷疑刺激性嘅物體，導致17人受傷，係送院嘅，當中8人嘅傷勢咧係較重。警方就列咗咧襲擊案嘅調查。事發喺當地星期4嘅中午嘅時候，現場就慕尼黑阿拉克客一間嘅學校嚇，咁暫時就未有發現有毒危險品，咁學校就重新開放啦。咁做過一啲嘅簡單嘅疏散嘅。好啦，咁哈佛大學嗰度點呢？哈佛咧就獲法庭批出臨時禁制令，做咩？暫緩執行特朗普簽證嘅限制啊！咁咧就講美國嘅哈佛大學咧又入稟聯邦法院啊，挑戰特朗普總統啊，限制住哈佛嘅新生入境喎因為佢唔發簽證，唔好入境啦，係咪？咁但係佢都話，如果發咗簽證嘅都俾佢入㗎，咁但係可能審查嗰度就比較嚴謹啲啦。同埋咧，佢最主要就話咧，佢而家咧就係審查目前哈佛嘅國際學生簽證啊。咁入稟狀就話特朗普做法咧就唔係為國家利益啦，係報復哈佛嘅違法行為啦。咁法官咧就表示佢簽證限制對哈佛造成即時同不可挽回嘅傷害，因為啲學生嚟唔到，咁佢就唔讀㗎啦，係咪？所以接納咗哈佛嘅申請。
批出咗臨時禁制令，即係唔俾華府特朗普嗰個禁制令執行啦。咁所以咧，華府暫時咧就要唔可以實施有關嘅限制。咁國土安全部就批評法官嘅決定係拖延咗實現主義啦，並且咧試圖削弱咧憲法咧俾總統嘅權力嘅。咁哈佛今次入稟呢，係修訂早前啊特朗普政府禁止哈佛招收國際學生嘅訴訟嘅。咁法官呢，定於本月嘅16日一次過審理。哈佛校長咧加伯咧就發表聲明啊，就話校方正在制定應變嘅計劃，確保嘅國際學生以及學者咧可以喺今個嘅季度、夏季啊，同埋整個嘅學年繼續喺哈佛學習、學業以及係工作嘅。嗱，你而家啲法官我嗰陣時都講啦，你啲法官就阻撓住咧特朗普好多嘅特別嘅施政啦，咁喺度嘈係咪？咁我而家最新睇下呢個美國宣布制裁國際刑事法院4名嘅法官。呢個國際刑事嘅，因為法院調查美方人員啊嘛，佢查美方人員啊，以及咧對以色列總理嘅內塔尼亞胡發出逮捕令啊嘛。咁嗰陣時，特朗普已經話同佢抹面㗎啦。咁啊4名被制裁嘅都係女法官，制裁你咯。你國際刑事法院啊，咁啊有份咧參與去年11月對內塔尼亞胡發出逮捕令嘅訴訟程序。於是乎，哇，咁佢都幾辣喎呢招嚇。以及咧授權對美軍咧喺阿富汗戰爭期間犯下戰爭罪嘅指控，話要調查。咁咧就咧將佢哋咧禁止進入美國，唔俾呢4名法官入美國，同埋凍結咧喺美國嘅資產。咁於是乎，國際刑事法院嘅聲明就話啦，嗱，有關措施明顯係破壞咗一個根據全球125個締約國授權運作嘅國際司法機構嘅獨立性。咁但係美國又唔係佢國際刑事法院嘅締約國嚟嘅喎，佢唔受你控制嘅喎。國務卿盧比奧咧喺聲明當中表示，佢話美國咧就將會採取一切必要嘅行動，去保護美國主權同埋其他美國盟友嘅主權，免受呢個國際刑事法院嘅非法行動嘅侵害。美國財政部咧就指啊，國際刑事法院嘅政治化同埋濫用權力咧，美方措施係要令到直接參與法院對針對美國以及以色列行動嘅人員啊，話你針對我哋，針對以色列，你就要承擔後果。於是乎就宣布咧，將呢一個4名國際刑事法院嘅法官制裁，4名都係女法官。唔知身份背景啊，總之佢就話唔俾你入美國，凍結你資產。好啦。好，暫時就係呢個嘅乍得暫停向美國公民發放簽證，反制特朗普禁公民入境美國。係啊，12個國家嘛，咁於是乎，好啦，你美國公民都唔俾簽證，你都唔好嚟啦嚇。係咁多啦。德國就指要繼續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就呼籲加沙咧加強加沙人道嘅援助嘅。呢個咧就係德國外長啊雅德庫爾星期4喺柏林咧會見到訪嘅以色列外長薩爾嘅時候表示嘅，話咧德國將繼續咧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援助，呼籲以色列加沙提供更加多嘅人道主義援助，認為咧目前咧抵達加沙嘅人道援助數量太少，發放物資亦都要基於人道。係啊，嗰邊而家真係好受苦啊！好啦，特朗普就話有信心咧，稅改法案會獲得通過，就係講緊呢個大而美法案，受富商馬斯克狠批，引嚟關注。咁佢似乎真係好嬲啦，兩個喺度反駁，喺度鬧交啦嚇。咁但係佢都話有信心嘅。咁啊，特朗普星期4咧出席一個警察團隊會議嘅時候表示咧，呢個咧大而美法案啊進展順利，得到大力嘅支持啊。好啦。李在明第一次咧國務會議就將咧速設呢個緊急方案應對經濟嘅，梗係啦，而家嗰個經濟立立亂啦，係嘛？你而家國家嗰個情況又真係要叫做穩定翻少少，由你去帶領嘅時候，第一件就講錢啦嚇。好啦，暫時係咁多，其他嗰啲都已經喺新聞講咗啦。中國外交部就斥民進黨當局利用所謂邦交國搞政治操弄，
咁呢個咧就喺北京咧，中國外交部就回應危地馬拉總統阿魯阿洛，琴日喺台北同台灣領導人賴清德見面啦，就表示願意咧將呢個危台關係提升至新水平。於是發言人林劍就狠批，話呢個係自欺欺人嘅把戲咁話㗎。咁咧就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早上咧就應約同加拿大總理卡尼通電話嘅。咁啊卡尼就表示，加中嘅關係過去幾年都出現波折啦。咁啊如果咧加方咧願意咧重啟加中嘅關係，期待咧同中方恢復高層嘅交往、外交、經貿等對話機制，加強貿易、農業、能源、環保等等嘅務實合作等等嘅。咁啊就係國務院總理李強早上應約同加拿大總理卡尼通話嘅內容啦，冇乜實質嘢㗎咋，即係講話係㗎咋嚇。好啦，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又致電波蘭新當選嘅總統納夫羅茨基表達祝賀，咁啊指出咧話波蘭最早承認咧並且同新中國建交嘅國家，建交咧已經係76年啦。兩國咧堅持相互尊重、平等對待，各領域合作成果豐盛等等各項啊。面對戰亂等等。就係話同咧中國同波蘭係友好嘅伙伴，造福人民等等。好啦，係咁多。東岸時間7點嘅45分。